由古至今，人類不斷揾緊青春常駐嘅方法，而家終於有啦。Aurora 係現時美國最新醫學科技嘅聚焦 ，Ultrasound 無創式治療方法，同時擁有 FDA 驗證，只需30至60分鐘，做完嘅效果等同傳統拉皮手術。而家唔需要開刀或者打針，無創傷性風險就可以令到面部皮膚更加緊緻同光滑。Aurora 集中兩個深度，分別係4.5mm 同埋3mm。4.5mm 嘅主要效果可以令到面部肌肉收緊，以突出立體輪廓；而3.5mm 主要效果令到面部皮膚底層骨膠原增生，望起嚟皮膚更有光彩、有彈性，重拾年輕美肌。進行療程之前，有專業皮膚醫生幫我度好曲線同設定度數，做完之後即時見到塊面嘅輪廓有所提升，效果顯著。做完療程之後嘅3個月，皮下層嘅骨膠原會自我更新，提升緊緻嘅效果更加顯著。做完一次療程可以靚足2年，真係安全又有效，仲慳咗好多時間添。